今仔日早起，起床的时阵想讲紧来煮早顿，因为今仔日是爱去看中医，爱赶爱赴爱赴爱赶9点半，下晡9点半的时间，我着起床着紧来创。结果阮翁是讲伊想要食麦片，讲安尼时间较紧。但是我着想讲，要安怎用会用甲诚歹食，无味，因为无牛奶嘛。我着看讲有啥物物件会当创，一看着讲有金蕉，大家互阮4条金蕉，但是金蕉拢皮拢乌酥酥，我着诚惊吓，紧甲皮拔落来，因为阮翁真正对这食物件有意见啊。若有一点仔乌乌啊，还是安怎，伊着讲袂当食安怎，较啰嗦，所以我着紧甲伊皮拔落来。想讲安怎要安怎，我即摆着有4条无穿衫裤的金蕉伫手头，我着想着讲，有啊，我着用两饼皮，来煮，因为有一道阮翁有食过，伊有介意，我着来煮的。结果煮的我嘛是煮的当中，我嘛是足惊讲阮翁阁有意见啊，因为早起伊甲我讲，伊要食麦片做早顿，伊阁困去啊。我若阁去甲伊问，时间阁无去啊，所以我着紧煮的，惊讲时间无够。伊阁有意见，讲哪会遐赶，你阁煮这，阁互伊爸父，阁爱骑车骑诚紧，危险。结果伊真可能有满意，但是我的心理上就是感觉讲，这个人真啰嗦，真有意见。伊着讲，有咸的无？咸的两饼有无？我找是有啦，毋过我阁惊时间无够，而且伊着有问啊，讲伊一早起床不爱食遐甜的。其实我就是有高不离种的口种啊，因为我想讲这4条烫光光的金蕉要安怎处理？你无甲伊烫光光，伊乌酥酥，翁看着阁讲，这袂当食，爱等掉。阁会怨叹讲，每甲阮母互我遐好的物件，你拢无紧互我食，着惊，就是足惊即种，阁讲即种代志，所以我着无欢喜。我着甲伊讲，我这金蕉遐济，我无法度啊，我就是爱甲伊利用一下。阮翁就会问啊，讲奇怪，哪会金蕉有皮有穿衫裤，当然是较好啊，较袂歹去啊。你即摆安尼，毋是就是讲一早起就爱食完，伊阁讲伊血糖诚悬啊，安怎，就开始啰嗦，我就诚袂爽快。后来，甲阮翁就冤家，嘛是冤甲诚厉害。结果去中医转来，阮翁阁去一间摕药仔，阁去西医的诊所摕药仔，转来了后，嘛是讲着即项代志啊，就会怨，因为阮翁就会讲，你明知我袂当食甜的，我心内想讲骗笑你。虽然你知影你血糖悬，你嘛是讲要食冰淇淋，要食冰淇淋啊，要食啥？着无看你遐注重。哪会我即摆拄着困难，就是金蕉的代志，哪会变讲拄着我你着标准遐严格，着
标准遐严格，就是特别讲你别当食甜，就是分明对我有意见嘛。后来我想想诶，其实这甲我家己有关系啊，就是讲我即马拄着困难诶代志，拢是我写小说嘛。我即马其实我小说是一年前就写到完结篇，但是就是一直想空想芳，讲伫倒位去铺我诶文章较有人有回应啊，较会使知影讲到底有人看无人看。我就想讲诚济，要找诚济机会，互我诶小说会当推撒出去。结果就开一年诶时间伫面册社团。其实我心内嘛是知影讲，无啥物人爱看，人讲写遐长。虽然伊拢介意看两个查甫诶，但是因要看诶物件，毋是我这种诶。阮这种诶，因阁看袂下。我是有淡薄仔心内毋愿啦，就是想讲写遐辛苦，但是嘛是无奈，因为年岁啊，阁有口味啊，因为我写诶物件本来就毋是每一个人一看就会喜意诶，就像天桥上诶魔术师，天桥上诶魔术师，伊是甲伊足关心诶物件拢藏入去。小说迄叫电视迄叫戏剧内底迄个物件嘛是一本小说嘛。迄本小说内底其实嘛是迄个作者伊真正诶故事，真正足深诶感受，但是就无合大家口味啊。住伫光华商场附近诶人嘛无偌济，像我是有去过，毋过佫较济人无去过。就算有去过，有人嘛无兴趣啊。所以我想讲，介意看迄出戏诶人可能嘛无济，就亲像我诶小说共款，就变讲我即马我诶内心就是足复杂诶。我就是足想要互大家讲接受我诶物件，但是我都毋是做一个大众口味诶人，我嘛知影。变讲我变讲做代志，我无法度讲我心内知影我有好无好就好。我就足想要甲大家分享，无就是讲学台语这件代志。我嘛足想讲，我若去超商买物件，其实是有一个压力诶。我就想讲台语，但是对方诶反应无好无？这就甲大我诶小说，我会去想讲这有人会去甲我点一个无？会甲我看一个，会甲我回应一个无？都共款诶道理，我就是一直期待别人诶反应。我知影这是我痛苦诶来源。我应该是伫内心对家己诚有自信，但是讲台语这件代志，你讲较好，讲较正确嘛，有人有意见。当然毋是讲我。讲无好，当然大家都较不爱听，佫会想讲你讲无好，哪会一直爱讲？而且你讲华语就大家就会当通啊嘛，你哪会讲一个足久无听着，无因就想讲厝内较听会着诶语言。我嘛定定想讲，奇怪，我哪会伫外口听大家讲话拢讲华语啊？可能是因感觉讲华语就是上通诶嘛，都无问题嘛。你讲其他语言，可能别人会误解。因是要趁钱诶，想讲不爱互代志出问题，是想要好好工课。因哪有需要讲
无代志，和一个人讲台语，甲伊唬甲伊混毋着去。所以讲，我就会去有一寡思想，有一寡反应。其实不应该安尼，我应该是讲，我着做我家己的，别人安怎做，别人对我有啥物回应，我拢无差。像我今仔去穿一领 T 恤，讲我支持婚姻平权。其实穿出去，虽然我有讲，我是有讲，搁加摕一领衫裤，外口摕一领衫裤，讲有微微仔扎掉的，嘛毋是跳工去甲伊扎掉的，就是厝外拢会讲摕一领衫裤要扎里头。但是我著毋惊讲人看着我的 T 恤，想讲这人是毋是同性恋？我著会想讲，伊的反应是伊的代志，伊无法度甲我影响着。但是像阮翁，就算讲伊是好喙，伊讲伊早起看着我煮这足特别的、足欢喜的。但是我就是因为伊有出一寡意见，讲伊哪会早起煮遐甜？我听落我著袂当啊。变成讲，我著做会受外界影响，因为外界的影响，互我家己无快乐。我著定定讲我写这小说，都无想讲搁继续写，毋是讲超工不爱写，都无迄个热情嘛。因为著讲你今仔写，明年写，共款无人伫遐期待看你的小说嘛，写嘛无人要看。颠倒讲台语练的，反正有练有进步。迄个时阵练台语的原因嘛是安尼就是想讲加练加有进步，加听加有进步。但是写小说就是爱，当然若有写就是写就会出来啦。你若加看几摆，家己修的嘛会较完美。但是会想讲你小说你感觉真好、真完美，拢无错误的字，无人去看。这想会想讲这嘛毋免真写，就是有这一年痛苦的记忆，无好的经验。但是这就是我的问题为什物别人会毋免袂看重这，会甲这种代志当做一个足好的经验？无就是想讲有一个人去试展，无就算伊有看嘛，我有观众有人会安尼，可能无遐重这。就亲像我工课上，我可能无真正足重讲我工课上，大家有甲我讲，有大家拢讲我真好斗阵真好安怎，真好脚，真拍拼，真有实力。我可能即摆无遐注重就想讲我若会当加学一寡物件，毋免讲为着要互大家学了，伫遐痛苦，伫遐搬去。我就真满足毋知影为虾米对小说这个代志，都无法度讲写会袂要紧囥遐有人看无人看，我就真满足。就是我即摆就是对这代志，阁有一寡无法度去开拓的所在。像我对阮翁我对阮翁嘛是安尼，就是定定对伊无信任，所以伊讲一句话，我就想到足歹的所在去，就伫想讲伊不爱互我讲台语伊要甲我
动啦，伊批评我无听伊的话，安怎。虽然道理上知影讲，这你著莫插伊安怎想嘛，伊嘛是人啊。无就是讲伊嘛无歹意，伊只是讲转来伊，若讲伊按算早顿伊看按算看到是麦片，结果我芳别种物件出来，伊可能会讲哪会毋是讲好啊？哪会讲换物件？我嘛有我的考钟啊，伊著伫遐困，而且我著想讲，伊著会啰嗦讲，我即个香蕉，无量早互伊食，我著想讲伊这样著是啰嗦，所以我著无想要互伊知影伤济。我想讲，我著煮的囥香蕉，伊问我著讲几句，甲伊回答就好啊。应该是爱信任伊，就是讲拄着啥物麻烦，都是甲伊问。只是有时阵伊会啰嗦会紧张，讲这歹去也袂当食，爱等调，等调嘛是我去等调啊。我著想讲加问咧，都像咧哄代志的人安尼。但是讲安尼嘛袂当啊，因为安尼著定定冤家，就是最近冤家拢是讲伊讲啥物代志，我听甲诚袂爽。就开始面势无好，就开始喊伊冤啊。这当然做拍歹感情啊。伊若讲我讲台语，讲做想要休困一下，无想要听。伊著讲伊的啊，其实我毋免讲期待讲伊甲我支持，甲我鼓励，伊嘛无讲袂当讲啦。只是当然讲，伊的心情就是伊是诚不爱听着台语啦，伊著感觉讲这台语著毋是伊的母语啊。我若要学伊嘛无法度。就是讲，我即摆对外界反应就是变甲诚敏感。我嘛希望讲，我诚有信心，做啥物代志，拢毋免去幻想别人的想法。去约别人讲会安怎想，结果别人无安尼想，我著甲伊放大讲伊一定想甲我若互伊知影，一定会安怎。就是即摆著变讲，我认为讲我做代志无一件成功的，那迄应该是我家己的问题，就是讲。成功的定义是啥物？其实应该无即种物件。你举一个例，你讲台语成功是讲甲偌好吗？还是讲出一本册吗？还是讲别人毋知影的台语我拢知影，但是我讲出来，佫颠倒互人骂，因为大家都会想讲。我无听过，我听无，就是你毋对。我嘛毋知影，但是心内就是有一种怨叹啊，就是想讲，可能为我写小说呢，就是有淡薄仔委屈，就想讲，写竟然无人欣赏。虽然这想应该是嘛无啥，因为我写就写，今仔有人感觉好，对我嘛无差，只是就是看袂开啊，就会想讲，写这就是爱互人看，爱互人讲，你写这，这安排安怎？伊早是做。惊人讲啦，惊讲别人
意见一大堆啊，我毋知安怎改。啊，即摆是根本无人有兴趣去看，无趣味去看这个。我颠倒嘛是共款嘛是艰苦。唉，嘛毋知影，囡仔就上尾一篇啊，嘿啊，就是会开始想讲，哦，即种经验实在是应该是会使人成长，但是我还袂为即个经验内底讲啊，不要紧，即无算啥，我无法度安尼，我只是去无奈去接受讲即个结果，因为无人看我安怎出力，安怎讲到处去搭，安怎去怨叹。也嘛无效嘛无人讲啊，阮咧讲就有人来看，就是有一寡酸民就是安尼啊，伊可能就批评一大堆，其实心内可能就是有一种，伊感觉家己有才调，有即个才情，但是无人去注意着，所以伊就去批评别人。但是伊即种方式嘛，无可能互大家都讲啊，原来你是一个人才。人才是无可能为讲你去别人攻击，伊去找别人的毛病，啊，互别人看到你的才华，是无可能的。啊，写小说，爱互大家喜意，其实嘛毋是讲到处拢去搭。啊，上好的方法当然就是即摆看伫即个所在看这小说的人介意看啥，我就写因介意看的物件。当然，这方法是上紧，所以我就是一个奇怪的人啊！明明就是知影讲，大家会爱看的物件，我就袂愿写，我就无想要写。但是我阁望讲我写出来的物件，有人有人讲我以前拢看迄，啊，结果一看你这一看就真爱，真欢喜。啊，其实是这是足困难的代志，就亲像讲我学台语，啊，诚久无讲啊，环境就是尽量尔，敢若会当尽量去加听网络的台语啊，网友的台语啊，嘿啊，就是去找一个人来向我讲一寡台语，敢若会当安尼啊，就是有一寡事实上就是有困难的所在，但是嘛是因为困难，所以去做是无简单的代志。应该是安尼，只是我无法度去理解即种价值伫倒位。我即马所理解的价值，就是讲，大家诚介意，诚学络，大家反应是诚好的。毋管对我小说，还是讲对我的台语，我讲台语，啊，别人讲诚好，甲我回台语，还佫加讲几句，讲这人讲台语诚可贵。其实那嘛无可能嘛，大家是感觉诚困扰尔，因为都袂爱听。变讲我其他的物件其实是无简单，想要得到这物件是无简单的。就亲像有人就是追求爱情，但是伊追求的爱情可能是这世间是较少数，所以伊每间拢去追求，但是拢不如伊的心愿。我即马就有淡薄仔安尼状况啊，但是我相信讲，
我相信有一天我会理解，我会使去知影，有一天我会变坚强。我即马就是知影讲，我家己的心就是无法度甲即个代志甲伊，无法度，互即件代志变啊，我的心情会家己想甲诚开，想一寡讲这不要紧啊，无法度有智慧的思想甲伊转过。我知影我即马是无法度安尼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，我会豆豆仔行出来，都亲像讲，本来我逐工就伫想讲，阮主管啊，怎会无甲我欣赏？我即马嘛无差，讲我公司上重要的物件、上秘密的物件，要偷偷进行的物件，我拢毋知影。我即马就看诚开啊，我就去学我的物件。反正若公司的决定，公司要做啥物代志，有确定以后，我去加入，其实无差。你先知像。进前，阮甲一个韩国的公司合作，迄时阵做秘密的，然后主管就派我讲，去韩伊开会啊，去台北开会，拢听一寡上新的物件。结果我做的代志，就是因为我无代志做，主管派一个代志互我做尔，嘛无啥。所以讲，我即马就因为迄件代志，我有看较开，就知影讲，伫工课上的物件，毋免去追求讲拢是上重要的，无你袂使啊。嘿，所以我相信讲，写小说你写的铺伫网络，结果逐个无爱看，无介意看，无兴趣看。这代志，我相信有一天我会使知影伊的意义伫伊倒位。即马我若讲台语啊，去外口讲台语有一个压力，我相信这嘛是人的普通的心情啦，就是一般人拢会有即种心情。若加讲，其实店员嘛是熟识，对我熟识，看着我就知影我就会讲台语啊。我今仔若无讲台语，可能嘛感觉诚奇怪。这其实是无啥啦。我若讲伫网络上 Clubhouse， 我阁会使分享我的经验啦，我的心情啦。我若讲啥物拢无要无紧，颠倒讲人讲这我可能嘛无感觉嘛，嘛无啥物好讲的。所以我想讲，这是即摆的我即摆阁困伫咧内底，阁对翁讲的话，就是有一寡放大、无信任，想讲翁是毋是伫甲我嫌？我即摆可能就是感觉是替人嫌，无就是互大家较无需要的一个对象。我即摆是伫即个阶段，但是我相信讲，我的心会豆豆坚强，豆豆知影讲，虽然我知影我的想法是毋对的，但是即摆是无法度讲该转变。我相信我应该有一天会想一寡方法甲伊转变，安尼我就有法度去甲无共款的人讲。有人思想就是较忧郁啊，想要自杀。我若家己的思想安怎转过来，其实我嘛会使分享我的经验啦。其实
若讲着会使分享，当然是讲莫伤成功是诚好诶。若讲做啥物代志拢诚成功，逐个拢诚学乐，足顺诶。你去分享，逐个当然听袂落去啊，讲你上够啊。所以我想讲，我若拄着较无顺诶代志，应该著是为着我若是会当家己转世过来，以后著会使分享互一寡无法度转世诶人。所以我诶贡献其实毋是讲我今仔写一本足长诶小说，有人来看我小说，讲哇诚好诚好哦，这无看过遐好诶小说讲着我诶心。毋是安尼，其实这应该毋是我诶剧本，我人生诶剧本，有可能就是因为我有经过即种经验，即种我期待别人，结果别人就是互我一寡反应，就是就是别人互我诶反应就是较冷淡，无就是较无好诶反应。结果我著伫要掠狂啊！我著想讲我遐认真遐拍拼，我即摆诶想法就是我诚认真诚拍拼。虽然讲我写诶物件毋是讲主流诶，毋是讲上逐个一看都诚爱诶物件，诚爱主题。但是我想讲，是安尼，毋值一个鼓励嘛？但是我相信，我即种心情嘛是大部分诶人诶心情，因为你讲成功诶人写一个物件，逐个都做喜意诶，是少数。少数内底因嘛是有一个压力，讲哪会我今仔写会无昨好，我退步啊。所以每一个人伫无共款诶抗战，拢有家己会有助诶所在。就算是我牺牲诶人，伊嘛有伊感觉讲伊无够好诶所在。所以我诶问题应该是我想要诚好，想要互别人感觉我诚足好诶。但是为虾米我无够好？我无迄种互我家己变好诶方法，我找无。我想原因就是因为我对好，我认为诶好，可能甲我家己袂合。我认为诶好是别人诶人生，我甲别人人生诶好，当做我诶标准。这就亲像讲台语，有人讲自我修改，明明是对诶，但是就有人会批评。但是每一个人就是有每一个人无共款诶讲法，但是逐个都变甲足严格，会去共人批评。欢喜其实颠倒别人就体谅啊，讲你讲这我听无，是我无学问。就是这世间上诶人，就是会为难啊，就是逐个拢互相去对别人做严格，对家己佫无好好熟悉。我想讲，我想要追求诶好，其实甲我袂合。就像讲，我想讲要做主管，做一个副手，以后有机会做主管，安尼看起来较实款嘛。就即个年岁啊，较有保障。但是其实我就是无适合做主管啊。我就知影即件代志，
我后来嘛讲啊，这追求就算我对着啊，我嘛无一定有迄个兴趣。但是，我伫其他方面就无法度去甲这物件想甲诚清楚，所以我即马就是爱进步，进步就是思想方面的进步。嘿，这就是我即摆去学的物件。思想去好好，就是赛事的物件，好好去伫生活内底去体验。啊无你看册内底讲的物件，就是一个理论尔。就是安尼。